90年代，正當大家都以為電視劇種好難再有創新嘅時候，亞洲電視就打破傳統嘅框框，製作出《我和僵屍有個約會》呢一出集科幻同奇情於一身嘅劇集，唔單止廣受歡迎，而且亦都為電視劇種另闢新途徑。千呼萬喚嘅僵屍系列第3輯，喺原創班底梁立仁、陳十三，加上現今影壇炙手可熱嘅鑽石組合無間道金像導演劉偉強同埋麥兆輝傾力合作之下，《我和僵屍有個約會之永恆國度》終於喺2004年強勢推出。《我和僵屍有個約會之永恆國度》呢，咁仲會加插咗好多新嘅人啦，新嘅同事加入啦。咁我哋一嚟到頭炮就會序幕篇會返國內度拍啦。咁同埋序幕篇裏面會有好多電腦嘅特技咯，應該都會出嚟幾靚同埋幾好睇嘅。你喺電視出現咁多個密度鏡頭，譬如我淨係睇原來有成2000零個鏡頭咁樣，變咗係個量同埋喺電視史上，我覺得幾少見咯。我係幾佩服呢班幕後製作人員咯。面對將神最嚴重嘅唔係死，係變成僵屍。如果係真係俾將神咬咗，就吞唔似粒珠咁勁。人做錯就天收，僵屍做錯就馬家收，馬家做錯咁邊一個收？今次真係忍唔住啦，天佑！今次僵屍咧，我做兩個角色，因為其實上次我都試過做兩個角色噶啦，但係都係放國華同放天佑。今次咧就去到宋朝做咗一個非常之中意打仗嘅人，呢個人嘅名佢都話咗俾你聽噶，叫做箭頭啊。所以咧，佢係幾好勇鬥狠嘅。呢9位咧就係我哋要成為新世代僵屍王，無論樣貌同埋演技都不容忽視。每一個參賽者都使出渾身解數。冇破靚，睇到佢哋有板有眼嘅演技，就連評判之一嘅尹天照都擔心自己飯碗不保啊！好明顯啦，我好快冇得撈啦。你睇下啲男仔高我幾多，講大隻又大隻過我，後生又後生過我。不過我哋有一強嘅，就係盡量演戲演好啲。女主角萬綺雯對劇集將會注入新血，就非常期待啦。其實佢哋個質素都幾好下嘅，能歌善舞，仲要識演戲，又好自然咁啦。我其實中意大家一齊拍戲，有好多新人啦，每一次都同唔同嘅人合作啦。我覺得其實觀眾睇得又唔會厭，我哋做起上嚟又可能有新嘅火花出現啦。僵屍系列推出第3輯，加入新元素，淨係聽都已經咁吸引啦。兩位優勝者，你哋一定要加倍努力，將好戲帶俾大家。僵屍有個約會系列一向以意念創新、劇情曲折離奇為賣點，新一輯《永恆國度》亦唔例外。淨係睇一班演員獨特嘅造型就可以知道啦。僵屍系列拍到第3輯，開創咗延續亞視連續劇嘅輝煌成績。對於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嚟講，絕對係精神可嘉㗎。其中一個精神就係艱苦奮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因為一般嚟講咧，你話連續劇繼續拍咗3個延續咧，就已經唔容易㗎。好多人即係話江郎才盡㗎啦，會乾橋嗰啲橋會乾㗎。但係咧，我諗我哋喺呢度咧就會尋求新嘅突破咯，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原來僵屍本身呢個題材已經新㗎啦，就可以新有個約會3之永恆國度，早前呢已經去咗北京拍攝，而今日一眾演員齊集喺清水灣呢一度，為第3輯嘅永恆國度舉行開鏡拜神儀式，謀殺咗唔少記者朋友嘅菲林。各藝員同事誠心上香化寶，祈求拍攝順利，收視節節上升，再創新高。有得食啊！順利一開18點。演員嘅陣容非常之強勁啊！除咗有原班人馬萬綺雯、尹天照、陳啟泰、張文慈、陳偉之外呢，仲有新加入嘅麥嘉琪、鄭浩南同埋劉以達，總之陣容非常之鼎盛啊！僵屍去到第3輯啦，眾演員會唔會有新嘅突破呢？阿照你好啊，我想問下啦，你喺今集永恆國度裏邊啦，究竟你係人定僵屍先？
你冇嘢係嘛？睇到我食緊燒肉，你咪叫佢僵屍食燒肉啊！一睇就知係人啦，人嚟㗎，人嚟㗎。我今次飾演嘅角色咧就唔係僵屍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比僵屍仲慘就係我係一個冇體溫、冇靈魂、冇呼吸嘅一個活死人咯，咁變咗對我嚟講都幾難做，但係我係有思想有感情嘅喎。我個角色係叫做人王伏羲，咁啊人王伏羲係呢個世界上第一個男人，因為我未試過拍僵屍嘅 vampire， 即係吸血啊，要戴住個牙箍啊，要戴紅色嘅隱形眼鏡啊，因為我自己本身視力好好嘅，咁啊我從來未試過戴隱形眼鏡，咁今次係第一次做僵屍，咁就都幾好玩咯！今次難度高咯，會做一個大反嘅角色。咁個角色嘅名咧就叫瑤池聖母，咁就係一個掌管死亡同埋疾病嘅一個女神。因為今次咧係我從影以嚟第一次做反派，咁所以我覺得幾困難咯。可能我個樣，我成日覺得自己樣唔奸，所以我最近通常我做嘅功夫咧就會係每日喺度照鏡，睇下自己邊一個角度或者咩表情咧係奸得嚟又唔乞人憎。如果喺戲入邊就係。呢一集會比較打得犀利啲咯，即係武功會比以前更加厲害咯，會喺空中飛得比較多啲咯。同埋呢一集我哋加入咗好多新嘅元素啦，就係我會有個爹哋出現啦，我會有個女啦，我哋會3代同堂，仲會有個阿哥孖生嘅兄弟咁樣啦。喺鏡頭前武藝高強、精明機警嘅馬小玲，原來喺鏡頭後邊咧蒙查查㗎，連自己斷咗骨都唔知噃。日日拍啦，咁拍到尾有一日突然間好痛嘅時候，咁我諗死啦，可能斷咗骨。咁我就問佢哋：死啦，我有嚿嘢喺度啊，會唔會斷咗骨？你知唔知佢哋點答我？簡直係一個經典，全世界嘅男人佢都話：傻妹斷咗骨都會暈㗎。我係喎，我冇暈，即係我冇斷骨啦。咁啊繼續係咁拍，拍到後尾有一日痛到即係頂唔順啦。隻腳又腫晒啦，咁跟住就即刻監製俾我即刻搭飛機翻嚟香港入醫院咯。為咗拍好套戲，台前幕後咧都全力以赴，演員就奮不顧身，幕後編劇就絞盡腦汁啊！劇情可以話係完全出人意表啊！你絕對估唔到㗎。呢日各演員均盛裝打扮，以最型格嘅姿態出現。僵屍3聲勢銳不可擋，嚟捧場嘅人逼滿咗成個商場，傳媒亦爭相採訪拍攝，場面非常轟動。始終同香港做宣傳有啲唔同啦，影迷啊又同香港啲唔同咯，咁幾開心啊！其實去到第二度做嘢都特別開心啲嘅，唔知點解呢？飾演馬小玲嘅萬依文第3度領銜演出，佢透露咗第3集嘅劇情更勝1、2集。就好多嘢都多咗，但係有一樣嘢冇變嘅就係我依然係咁中意放天佑咯，就會有個三角關係啦。咁另外好開心嘅咧，我今次多咗個爹哋啦、媽咪啦，我個孖生大佬陳寶元啦，咁仲有嘅就係我個未來嚟嘅女咯。陳寶元、陳展鵬表示，現場觀眾嘅熱情氣氛令到佢哋心情相當興奮。提到就快播出嘅新劇，佢哋馬上就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如果你哋唔睇《我和僵屍有個約會3之永恆國度》嘅話呢，冇話題嘅。你哋日常生活裏邊，想唔想知道點樣改變將來嘅命運呢？睇完呢套劇可能俾到少少頭緒你。10月25號9點半，吳廷業及內地演員秦嵐亦有出席呢次活動。亞洲電視2004年嘅重頭劇《我和僵屍有個約會3之永恆國度》，由今晚起逢星期1至5晚上9點半同觀眾見面。亞洲電視日前舉行咗首播大會，僵屍3位演員齊齊出席。活動一開始，陳啟泰揸住電單車載住張文慈進場，而萬綺雯、鄭浩南等人就坐住2部開篷車出場，非常有氣勢。而最特別嘅可算係尹天照同陳偉、吊威亞從天而降。豬肉在前闊別4年嘅僵屍系列第3集，希望可以再續奇蹟。一開頭拍嘅時候會覺得好大壓力啦，同埋好多嘢你會想再會做好啲啦。今次我哋都拍得幾辛苦㗎，因為我哋由幾千萬年拍到去今時今日。因為我哋係穿插時空嘅。